介可能係冇對房屋嘅產權情況進行嚴謹嘅核實，導致啲購房者買咗房存在產權不清、有抵押、查封等問題，影響房屋嘅正常交易同埋過戶。購房者可能會面臨巨大嘅經濟損失。大家好，好歡迎大家過嚟我哋嘅惠州廖老師講房產，我係梁生，大家亦可以稱呼我為惠州版嘅梁朝偉。我嘅祖籍嗰邊咧就係湛江吳村，大家過年嘅時候應該刷到抖音啊、小視頻應該知道我哋個最火嘅一個 AI，叫做 DeepSeek 嘅創始人就係我哋嘅湛江吳村，叫梁文峰，就係我嘅老鄉啊，所以講嚟都話我也姓梁。好有下一個風口就係我啦，話題歸回正傳，呢排聽到好多啲粉絲話我哋中介買房係有邊啲風險同埋陷阱需要注意嘅咧？其實我哋通過中介買房可能會遇到下面啲風險陷阱，依家我同你講下特別注意嘅啲事項。第一，房源信息嘅問題，虛假房源同埋中介嘅嚟吸引客戶。可能會發布一啲虛假嘅房源信息，如虛假嘅房屋面積、戶型、裝修情況，或者房源根本都唔存在。購房者到實地看房先會發覺網上描述係唔一致嘅，浪費時間同埋精力。第二就係隱瞞下車，對房屋存在一啲重大嘅下車，如房屋質量問題、產權糾紛、周邊嘅環境、噪音污染等，中介可能會故意隱瞞，唔告知購房者。導致購房者係唔知情嘅情況下簽咗合同，入住後咧先發現問題，帶嚟好多嘅麻煩同損失。第二，我哋中介資質同信譽嘅問題，如果中介嘅資質唔全，部分中介公司或者中介人員沒有合法嘅經營資質或從業資格證書，喺交易過程中可能冇提供專業嘅規範嘅服務，甚至可能存在欺詐行為，導致交易無法順利嘅進行，購房者嘅權益得唔到保障。仲有就係信譽嘅唔佳，一啲中介公司或者中介人員嘅信譽較差，存在惡意咁克扣日金食差價、唔履行承諾等行為。比如喺交易過程中，以各種理由增加啲收費項目啦，同埋提高收費標準，或者喺購房者與房東之間進行價格欺詐，損壞購房者嘅利益。第三，我哋嘅合同陷阱，呢個係最重要噶啦。裏面嘅條款如果寫住模糊，我哋中介提供嘅合同文本可能存在啲條款嘅模糊、表述不清嘅情況。對啲重要嘅事項，如房屋交付嘅時間、違約責任、中介費、支付等條件，冇約定嘅話，一旦出現嘅糾紛，雙方係好容易發生爭議嘅。購房者可能處於不利嘅地位。仲有就係霸王條款，合同中可能包含一啲霸王條款，如中介方對自身責任嘅免除或者減輕條款，而對購房者嘅責任卻規定得非常之嚴格，限制咗購房者嘅合法權益。第四，我哋嘅交易過程個風險呢，小點就係資金風險。喺交易嘅過程中，購房者可能需要將定金首付款等款項交俾中介代管，如果中介公司嘅資金管理唔夠規範，可能會出現啲資金俾挪用、管款甚至跑路等嘅情況，導致購房者嘅資金安全受到威脅。我的天哪，這麼神奇嗎？二小點，產權糾紛，中介可能係冇對房屋嘅產權情況進行嚴謹嘅核實，導致啲購房者買咗房存在產權不清、有抵押、查封等問題，影響房屋嘅正常交易同埋過戶，購房者可能會面臨巨大嘅經濟損失。第四小點，違規操作，為咗促成交易，中介可能會誘導購房者進行一啲違規嘅操作，如提供虛假嘅資料、辦理貸款避稅呢啲行為一旦被發現，購房者可能都會面臨法律風險嘅經濟損失。同埋為避免呢啲風險同埋陷阱，購房者喺通過中介買房嗰陣，要選擇正規、信譽好嘅中介公司，
仔細咁核實房源嘅信息同埋中介資質，認真閱讀合同條款，確保大家嘅資金安全。必要時可以諮詢律師或相關嘅專業人士。大家好，粉絲以上嘅問題咧，其實我都回覆得差唔多啦。如果大家仲係有啲唔明白嘅、唔清楚嘅，或者要揾啲可靠嘅公司，直接聯繫惠州廖老師梁生。大家好，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榮興置業專注港澳大灣區樓市分析，有豐富的市場經驗、專業的數據分析能力同埋卓越嘅項目管理，給你一個最佳嘅購房建議。免費1對1私人資產配置服務，係樓有專業司機團隊免費接送，購房贈送榮興置業 VIP 客戶福利10大禮包。訂閱我哋 YouTube 頻道 WhatsApp 微信私信我哋啦！大灣區更多好食好玩好房優惠同埋榮興等住你。